送走咗海洋公園一班朋友之後咧，跟住出場有嚟自埃及傳統旋轉舞，再加上咧 SDM 爵士芭蕾舞學院嘅小學員出場啦。今次嘅主題犀利啦，躍進奇幻馬戲賀新春啊！中西合璧，將西方嘅馬戲咧同埋雜耍動作咧，加上現代舞嘅活力啊，重構成為充滿民族色彩嘅新春狂歡場景。表演以躍進動作象徵馬年奮進啊，又用爵士舞演繹龍馬精神，寓意香港咧新春萬象更生啊！嗱，大家見到咧呢啲咧就係埃及嘅傳統旋轉舞團啊，佢哋咧就係表現啊係嚟自咧係蘇菲嘅民間傳說，見到咁色彩斑斕嘅裙擺喺空中飛舞咧，配合住佢哋輕快嘅步伐同埋靈活啊，呢啲係變換嘅隊形咧，向我哋底蘊深厚嘅中東文化遺產致敬㗎。哇！呢個表現咧充分展現咗和諧、平衡同埋喜悅啊，亦都將塔魯拉精神咧演繹得淋漓盡致。塔魯拉嘅精神亦都係咧代表係令人咧感受內心嘅平靜同埋祥和，希望令觀眾留下難以忘懷嘅時刻嚇。成個畫面好多顏色，好靚啊！係啊，埃及呢個旋轉舞一啲都唔簡單啦，因為嗰個咧大型嘅旋轉飛邊咧一定係好重好重啊！我相信現場觀眾咧，甚至乎而家睇緊電視嘅朋友咧，其實好多高角度咧都係影到個效果好靚啊！係啊，非常之靚啊！如果講開食咧，亦都有啲文化係將啲披薩咧拋喺個頭上面咁樣轉嘅喎，哇！好精彩，好精彩！